三郎，有啥物话，做你讲袂要紧。是安尼啦，我甲秀芳结为夫妻，这已经是无法度改变的事实啦。啊，我知影师傅即摆来石家庄，有若是为着这件代志。你甲知影我的来意，安尼真好，我就毋免搁再转弯世角了。你讲看觅，这件代志，你准备要安怎来解决？这师傅，阮特别请你来遮参详，嘛是这件代志。看会当师傅讲，莫插阮的代志无，以免疼伤阮的婚姻。迄金彩迄边哦，阮会互伊钱作为伊的补偿。你安尼讲就毋对啊，并毋是逐项代志拢会使用金钱来解决的。你无爱我来拆散恁两个人，也毋过你有想过无？你安尼做，就等于是咧拆散别人的姻缘，你知无？师傅，你安尼讲嘛无毋对啦。啊，毋过阮兜较有钱啊，三郎娶我嘛较有幸福啊。男女之间的感情，本来就是袂用的勉强的，也毋过千不改万不改，就是你袂应该派人去杀死明三郎的老母。啥的？我哪里还死啊？你听我白讲，我无叫人去杀伊。伊虽然毋是一刀就将伊杀死，也毋过伊就是因为安尼，受到真大的刺激，惊吓才来死的。阿娘，家己不好，家己不好。啊，你哭啥物啦？你敢无听诶？无人甲伊杀呢，迄时哦，伊命就安尼，真会怪别人啦。每一项代志的发生，拢是有伊的原因伫咧。假使你若无派人去，代志就袂变甲安尼。啊，无你这个回信，你敢有啥物证据？我今仔日是诚心诚意请你来遮，结果呢，你规嘴黑白讲，既然若是安尼哦，你请。谢姑娘，你是咧送客？我知影，我哪天一定会留你的啦。要留唔留嘛，随在你。啊，毋过我警告你，阮兜的代志，你上好是莫插。有一句话讲，人咧做，天咧看。你千万都唔通为着一时的得意来失差错才好。我诚心来考虑，希望你会当将代志的事实向恁阿爹来解说，无定也阁有解决的办法的。明三郎，我知影你的本性袂歹，只是你一时的糊涂。希望你会当摸着你的良心，好好啊想看卖，你就知影应该要安怎做啊。这个师傅讲的，敢是真的？我哪领伊？三郎啊，你是要听伊还是听我的？会使啦，你若听伊的，我嘛袂勉强你啦。啊，毋过哦，你只是离开遮。这你离开遮了哦，永远莫回来啦。三郎啊，我嘛知影你毋是无情无义的人，咱嘛是翁仔某对无？无论我做啥，拢嘛为着咱将来的幸福，你讲对无？但是万一这个师傅若甲高夫变过，到时阵要安怎？安怎？阮阿爹上听我的啊，敢讲会退啊选咱两个？啊，毋过我哪领的？好啦，莫搁讲啊啦，这件代志哦，我会找阿坤来问回清楚。即马上重要的，就是互迄个回信哦，永远无法度讲话机会。啊？春梅姑娘，啊，你有甲恁老爷讲我咧找伊无？老爷哦，老爷伊有代志去三界鋪，可能爱明仔载才转来啦。哦，对啦，伊讲吼，师傅你是贵宾啦，你若要食啥物吼，尽量甲我讲，我会甲你传的。看来我都要等到明仔载咯。师傅，这是莲子汤啦，是老爷交代灶骹做的。你趁小紧啉吼，我出来去啊。
姑爷，春歹势梅啊，歹势啦。啊，他安尼匆匆忙忙啊，我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啦？有看到恁小姐无？我啥物拢唔知，我啥物拢无讲哦。啊，你是看到鬼了啦？叫甲大声！你甲我讲，迄个叫做木莲的和尚，伊即阵人去倒位嘿？你唔好抬我啦！我讲啦，伊伫东边的客房啦。在家里哈？我那叫无路用啊！好厉害，准哦！嘿，你熬毒啊！小姐，迄个和尚已经死啊！啊，咱怎样办？这就是爱管婴仔事的下场。准备一个布袋，来短短的，等去风高野外给野兽食。我知。小王啊，小王啊！哎，什么代志啊？大细声。你拄则有看到一个查某无？伊敢无来遮？无啊，什么查某？哦，你是脑大胆嘞！你去外口找查某哦？哎呦，莫甲我冤枉啦！是有一个查某哦，走去我赵家庄，讲要找迄个木莲师傅啦。这是真的？哎呦，你若唔信吼，会用个找春梅来问啊。吼，我甲你讲哦，迄个查某偌厉害咧，敢若安尼啊，我甲春梅都拢分去安尼。照安尼讲，迄个查某一定参迄个和尚共党的。我第一日伫咧遮，无看到什么人诶。安尼哦，啊，迄个师傅即摆安怎？迄个和尚哦，即马真后悔甲我作对，食了朱五凤，性命难保。我叫阿坤哦，摕去等现杀。哈，已经死啊！哎呦，啊，这件代志老办，我这老知影要安怎啦？只要是阻碍住我面头前的人哦，拢爱死。三郎啊，哈，佫有一件代志，你爱去做。是啥物代志？王金车是知影这个秘密最后一个人，你爱去做一个决定。秀芳啊，你是要创啥？去甲伊抬死啊！我的自强自立嘛，做人理。创啥？去甲伊抬死啊！袂用的，你唔通搁杀人啊啦！三郎啊，敢讲你无人为咱的将来咧设想哦？你想看觅，咱甲伊抬死哦，咱就会使过较幸福、搁快乐的日子。除非哦，你心肝头根本就无我啦。敢讲拢无其他的办法来哦？我感觉吼，这个办法是上妥当的。啊，唯独拢已经讲啊，要做唔做，随在你。唉，人讲无甲人上心向手啦，看这个办势，人的心才是上可怕。人讲日头赤夜夜，虽然顾性命，自身就难保，我要决定阿叔，要怪吼，都爱怪你家己啦。是讲也好，人讲吼，
早死早逃生啊！你若死死哦，唔通过来找我？头前客户，我给你带回去啦哈！快点滚！救命啊！这么无胆，甲人去学做歹人，好当卖照顾。哇，朱武红果然厉害。唉，无连啊，无连。我看你这阵一定是甲阴间的半路啊。安尼嘛好啦，较省我魔界出气。唔对，你若是安尼就来死，那安尼，你只不过是一个真平凡的灵魂，要安怎救我魔界800万生灵呢？我敢会救？阿弥陀佛啊！我是来这吼，要找木莲和尚的啦。这，伊敢伊已经离开家，小姐，已经离开这，伊是去倒位咧？这我都唔知啊。阮石家庄伊是用行善布施，师傅和尚来来去去，伊去倒，我哪会知？伊哪安尼无缘无故就来离开咧？这位师傅，你若唔相信，会来入来查。这你若是无其他的代志，歹势，关门。是。想要找，阁找无人，煞家己走来。三郎啊，我看王金车已经参社会，你对迄个和尚去甲伊解决。秀芳啊，我话我是讲啊真清楚啊，你若是要爱我，就袂当有王金车。你若是要爱伊哦，你就莫踏你石家庄一步。哼！师傅，这摆代志安怎？石家庄的人讲，木莲已经离开啊啦。这木莲会去倒位咧？拢是为着我，代志才会变啊遮尔复杂。这也无法度的代志啊！你无听人咧讲哦，颔本啊生瘤拄着啊啦！哎呀，讲起来这也是缘啦。这是要安怎？万一无莲师傅若是发生什么代志，安尼我一世人拢会袂安心。师傅，我看这件代志就到这为止。三郎，伊的心竟然伫石家庄，安尼我看我还是看好。你的意思毋就讲要成全因咯？若安尼，恁大家会完成咧，哈？木莲即摆还阁下落不明，你知无？啊，毋过我无希望讲，搁较侪人为着我发生什么代志，安尼我搁较会良心不安。哎呦，莫想遐尼多啊啦！即摆目前哦，上重要的代志哦，就是赶紧爱找着木莲啦。无安尼啦，你等遮等啊，我来找看觅咧啦吼。师傅，无莲师傅是为着我才会失踪的，我嘛去斗因找好无？袂用袂用。哎呦，你是女人之辈呢，咱无方便啦。我知影，啊，毋过即摆代志遮尔着急，咱何必搁再顾虑这个小姐？这吼，好啦，无安尼啦，咱先踮遮休困啦吼，先蹛遮困一暝啊，明仔早起起来吼，咱再过来决定啦，吼，记你困。
这过年哪会走？走去做安尼？啊，敢有走去石家庄？哎，进来甲看卖咧咧。你是啥物人？你是要抢劫票？你这个回收真好大胆，竟然敢带一个良家妇女来比伫这间破庙。哎呦妈！我袂讲哦，阿弥陀佛咯，阿弥陀佛咯。我的主强主你嘛，做人你。真好大胆，竟然敢带一个良家妇女来比伫这间破庙。哎呦妈！我袂讲哦，阿弥陀佛咯，阿弥陀佛咯。哎，我是拢无做啥物代志哦。孤男寡女，你凊彩讲的，谁会相信？我把这个真人拖出来，看你阁有啥物话通讲。金仔，你要创啥？金仔，无啦，哎呦，三妹，你紧讲，你甲金仔藏伫倒位？伊都明明。啊，我即摆想到，你就是迄面三郎哦。无毋对，我就是面三郎。哦，你是要来接金车姑娘转去的จ้ะ？我的代志免你管啦。你今仔日吼，若是要甲金车交出来互我就袂帮你煞。我也是感觉蛮奇怪，迄是你家己讲无爱治人的哦，啊？哦，佮叫人去甲抬，啊？即摆佮夜倒要来接袂转去。好啦，你无爱甲我讲，阮也无要紧，我家己来找伊。哎！想要讲，我来找三郎，竟然会发生这么多代志，为什么我会这么不幸？三郎伊无爱怜我，我活在这个世界上，还可有什么意思？阿娘，你等我，现在去找你啊！姑娘，你这啊，你这个姑娘到底是安怎？咱活高险嘛，要治条性命，有啥物原因你会当甲我讲的？我一定会当甲你斗相共啊！莫安尼啦。你莫管我，要甲我斗相共的木莲师傅，即摆拢失踪啊！我无想要搁再害人啊！木莲师傅失踪啊？你买木莲师傅？我嘛唔知影木莲师傅伫我这个石家庄做客啊。讲你就是周老爷？是啊，我就是啊，是安怎样？这是你，周老爷，我求你一定要替我做主。好啦，咱唔好搁悲伤，别行吼，别行，有哪讲吼，有哪袂要紧啦吼。果然厉害，哼！好你家就是我救你，要若无吼，你十条性命也无够气。什么？爱你，将你，爱你不如将你变好。明明你是我唯一的爱。怎会变成互相的伤害？明明你是我唯一的心爱，现实的生活。别人东西，问天天问地，一种痛苦。啥人知？若想你分分。